雨熙，啊，早。雨熙，你今天脸色很差呀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他叫李俊荣，是我在美术兴趣小组认识的。我没事。哦，俊荣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？让我陪你去整容？你现在也不丑啊，干嘛要去整容呢？只有你会这么说。他们说你什么了吗？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吗？人家这是自知之明。为什么要改变自己？你根本什么都没做错。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我已经厌倦了。可你是个很棒的人啊！啊，我吗？是啊，学费、生活费，甚至连房租都是你自己挣的，而且你还坚持画画、看书。看到你这么努力的生活，我也很有感触。你真的是个很棒的人，给自己多一点关爱和信心吧。雨熙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幅新画真的很好看，我都被治愈了呢。发到网上去吧，雨熙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。俊荣，谢谢你。是啊，怎么能因为别人改变自己？我的身边明明还有关心我的人，就算是为了他们，我也要努力向前。